師傅啊，開飯啦！我特登買咗煲好嘢俾十三姨補身噶。香肉嚟喎。係啊，夠晒香啊！咩叫香肉啊？阿歡，你冇話俾十三姨知咩？乜你唔知嘅咩？嗯。十三姨，你中唔中意狗噶？啲狗好有人性噶，所以我中意狗多過中意貓噶。做咩啊？冇嘢。食飯啦。每個人錫狗嘅方法都唔同嘅。估唔到生成練成咁。阿歡，今晚執埋啲行李，聽日一早我哋去火車站，同十三姨坐火輪車返佛山。哦，咁你哋食多啲啦，無謂聽日坐火輪車食咗嗰啲嘢之後，又嘔翻晒出嚟啦。十三姨，食完狗肉你出去天井，我有嘢同你講。你有嘢同我講啊？你話咩話？呢啲狗肉嚟噶？啊，真係狗肉？係啊，係啊，師傅好錫狗噶。十三姨，我想教你幾路擒拿手。乜連我都要學埋功夫啊？時勢咁亂，學功夫可以以防萬一。嗱，小擒拿36路，大擒拿72路，分打人生108個穴道。飛鴻啊，我使唔使記咁多嘢啊？唔使記，不過聽下就無害。你記住，橋來橋上過，腳踢腳下燒。咁如果人哋用刀咁點啊？我第日再教你空手入白刃。嗱，睇住，單擒隨手拳，雙擒扣大鎖。咁麻煩，不如帶支槍咪仲安全。收手！我頭先太大聲，不過我平時係咁教阿歡佢哋嘅。我冇事，你繼續教啊。咁好啊！第一招，捉住我個頭。嗱，留心啦。執頭箍手，轉腰馬。執頭箍手，轉腰馬。轉腰馬。念多次。執頭箍手，轉腰馬。第二招，鎖喉。嚟，鎖我喉，大力啲，鎖喉虎身恐懼馬。十三姨，小心啊！你做咩分心啊？我諗緊你教我啲招數咯。試一次俾我睇。第一招，執頭。執頭之後點啊？出拳！冇事啊嘛？事又冇啊，不過我諗要留喺你身邊安全啲啊。